有一份统计讲，囡仔人伫咧假日时间平均一天使用网络时间要到7点半钟。不过，移动网络各自等等的问题，要安怎甲因保护呢？今仔日就公民团体、和学者，也有政府单位召开公听会，看安怎保护囡仔会较妥当。去年9月，高雄一阵学生对同学起脚动手，围观的人搁录影片伫网络顶四界传。学生的学校个人资讯拢有可能因此外流，类似的移动文书问题常常发生。民间团体18开公听会，要求中央想法度解决。我女儿被偷拍了，然后呢，我的住所都被曝光了。如果这些照片外流的话，大家都还知道我家住在哪边，我女儿是谁。根据网络内容防护机构 iWin 的统计，移动逐天平均使用网络5.92点钟，假日甚至是7.41点钟。移动网络各自保护是需要注意的重点。不过，民间团体认为，目前依效法对事件的认定、监督关系的定期、采取判断标准等等，都欠明确。这些样态应该要订定地方的指导方针，针对于网络的规管跟裁罚事宜，应该要立即启动修法。整个儿权法的69条或者46条，它对于儿少的隐私部分，儿童的隐私，包括他的家庭、住家或通讯，都不得遭受恣意以及非法的干预，以及包括任何人。张秀元表示，针对儿童保障的相关法律，若是牵涉到性剥削、就甲刑法、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等相关联。目前行政院正咧带领各部会进行讨论，儿少权益保障法的部分正咧卫福部处理，3月以后就会公告，到时嘛会征询各界意见。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。